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49、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31节、37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思源。咱咧讲饮水思源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讲，着爱知影会当追溯恩典的来源，着爱知影通去感谢啦吼。这不但是伫这个讲人的人品以外，嘛咧讲信仰的层面吼。伫信仰上，不但咧强调需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也透过赏识泉水来赏识人的性命。佮伫强调伫迄个人需要去追求活命的源头啦吼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赏识的永生。先知耶利米的提醒，就是提到着讲安尼的概念啦吼。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到13节咧讲着，雅各的后代以色列各支族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你的祖先减捌发现我有啥物毋对，竟然离开我，去军队虚无的神明，家己煞称做虚无。因无问，迄个带阮出埃及，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嶠的沙漠，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，无人行过，无人住的地。迄位上主伫叨位？我带恁进入伫肥佮水的地，互恁食内面的果子甲好的物件。恁一个入来就要转我的土地，污染我赐互恁的产业。这时毋捌问上主伫叨位？甲律法的加毋捌我？官员误逆我，先知奉巴力的名传信息，对无路用的神明，所以我上主讲，我要控告恁，恁甲恁的后代争辩，恁着去西边的基地才会倒看，去东边的基达调查，看因减捌做即款代志无？有倒一个国捌换过因的神明，其实遐个拢毋是神。毋过我的子民将因的阳光的上帝换做无路用的神明。天啊，你减会因为安尼着惊，减会因为因安尼来惊遐避避错。上主安尼宣告我的子民做上定的歹代志。因放杀我一个换水的源头，去挖一个未积水的水池。耶稣基督有几啊摆讲到迄个性命的粮食，嘛讲到性命之泉啦吼，并且嘛咧讲亲像即个清水泉的永远的泉共款，互人啉了袂搁再喙干。相款，咱嘛是阁需要强调迄个条件啦吼，就是愿意接受的人，才会通得到迄个生命的源头。这是基督徒就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伫泉源，就是阮的生命的源头上帝遐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应允，阮将要为着咱来避难所在。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31节、37节到39节。这期过一半，耶稣才上去圣殿教示人。犹太人的领袖感觉真奇怪，讲：这个人无受过教育，哪遐尔有学问？耶稣因讲：我的教示毋是我家己的，是找我来迄位的教示。人若愿意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就会知我的教示是对上帝来的，还是照家己的意思在讲。我靠家己讲的是在求家己的阳光，求找伊迄位的阳光的人是真实，伊内面拢无不义，
摩西减无互恁律法吗？不过恁中间无甲有一个遵守律法，是安怎恁想要杀我？群众因讲：你毋得咧看着鬼，啥物人想要杀你啊？耶稣就对因讲：我甲他做一项代志，恁就拢感觉足奇怪。摩西命令恁行割礼，恁嘛伫安息日甲人行割礼。事实，这个礼仪毋是对摩西，是对恁祖先开始。既然恁为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伫安息日甲一个查甫囡仔行割礼，安尼我伫安息日互一个病人完全好起来，恁是安怎对我受气？毋通看外表来判断是非，着公正判断。有一寡耶路撒冷的人在讲，这个减毋是因想要杀害迄个人。你看伊公开的讲话，伊嘛无讲啥物甲伊反对。减讲这个官长真正知这个人是基督，毋过这个人的来历咱拢知。基督来时，无人会知伊是对倒位来。耶稣伫圣殿伫教示的时，大声讲：恁毋捌我，毋知我的来历，嘛知我的来历。不过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，找我来迄位是真实。恁嘛毋捌伊，我捌伊，因为我对伊遐来。伊找见我来，因就想要甲伊掠，不过无人下手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群众的中间有真侪人信伊讲基督来的时，减会行这个比这个人行较济的新日。这期的最后迄日嘛是上重要的日，耶稣站起来大声讲：喙干的人得来我遮啉，心外的人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伫伊的腹内冲出来。耶稣安尼讲是指信伊的人特别领受的圣神。迄时上帝还未赐圣神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光。诗篇81篇，则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研读。我的性命需要油，需要性命的米粮，需要性命的水泉。求主帮助阮超找性命之源，愿意领受来得到永生之泉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